讲到台湾咧地动，全世界拢咧关心对咱科技产业的影响。台积电嘛赶紧发出声明，讲目前晶圆设备已经复原超过70%，外界嘛有咧估算损失大约会当按伫咧20亿以下。有专家认为，台积电伫咧抵抗地动的技术提升和应变拢真有经验，对咱科技产业应该是袂有大影响。 初三早起，全台湾天摇地动，台湾发生25年来上大的地动，科技业的生产线嘛因为地动向动点。不过业界估计，台积电报废的晶片可能无甲1000块，扣除保险的损失差不多20亿以下。对第二季的债务预测可能减6000万的美金，利润减0.5%以下。毕竟呢，20亿台币以内是台积电能够控制的那个营收减损的范围。 对毛利率的影响啊，也是在0.5%以内，所以我觉得不论对台积电第二季的营收还是毛利率影响都很有限。根据地动测报资料显示，初三新竹、龙潭、甲对南科学园区上大的进度是5级，台中甲台南科学园区上大的进度4级。台湾半导体产业经过91亿大地动了后，内进的系数拢有提升。台积电厂方有7级内进的设施。台积电发声明指出，地动发生的10点钟内，晶圆厂的设备复原率超过70%，新起的晶圆厂复原率超过80%。部分厂区少数的设备受损，影响部分生产线的运作。 迄那主要的基台，包括所有超紫外线白板印刷的设备拢无受损。回答回应讲，地动未互供应链断点。不过有外国媒体报道，智慧科技产品可能因为这届地动，伫未来这几个月变较贵。如果说是中低阶智慧型手机的话，库存供给无虞的前提之下，我们并不认为说这一次的地震，其实就会对整体的产业链的价格造成波动或者是冲击。专家认为讲。 地动对台积电或者是台湾其他半导体大厂影响有限。也那 CNN 报道，台积电的晶片集中伫台湾制造风险较悬。有专家表示，台积电要是爱持续定根伫台湾，才会当对供应链的韧性有帮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